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定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看今邊嘅暗上風法，我係改鳳。今日請到一隻我當尊敬的一隻小前輩，美利下水牛出版社的社長羅文嘉先生。今日都請到羅大哥來節目，其實我當到問題有冇問題，從以前一路肯定佢行過來就當上問題，希望今邊呢一點鐘嘅時間，就是當到花，就是留給羅大哥好好講一下。也先請羅大哥啦，先觀眾朋友大家就主持人易峰，和到客家電視台嘅朋友，大家好。羅大哥，其實你應該從哪位開始我想當機啦。其實我想提點我想，因為你下就前幾年開始接水牛出版社，那隻其實係一隻老出版社，重新再過來翻轉出來，咁樣。唔當喺水牛出版社天天又還有一隻書店。獨立書店的一個概念去經營，所以先談一下其實讓去離開一個動態的政治大環境，去接到一個咁樣的出版社。我係一個中下聲音，做中下出身，讀結小別做，我記得16歲上台北讀高中，然後就一直在都市發展，高中、大學到工作，我大部分的政治工作其實都是在台北，那剛好到2012年2年，剛好有一個機緣來轉到這個故鄉新北，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在重新思考，我在政治的這條途徑上，這條路上我是不是還要走下去，就面臨一個這樣的思考的點。那後來在那年呢，剛好因為待在鄉下，主要是陪老人家，陪老人家剛開始想，有隻機會種下嘅嗰條蘿蔔，去經歷經歷就會辦到一代。因為我想到這個做攝影嘅而且當非常快樂的一段時間，就是到三合院，到摸湯，走來走去，到天都走來走去，而且那是我人生中我覺得最珍貴的資產。所以在那一年，剛好我的女兒差不多國小2、3年級吧，2年級、3年級。那我想說，我應該也要給她一個這樣的鄉下童年。那所以在那一年，我決定把房子整理，然後回到鄉下住。那開始種田。那種了大概2年吧的時候呢，有一天我就接到電話，水牛出版社的老社長，潘先生叫周東英，係客英。原本就特別介紹認識，我叫東煙冇見面，去打電話碰下一個叫羅主委，要喊做乜得閒嘅，做乜得喺度發聊聊天。我一下唔知佢去親愛要買事情，等見面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他年紀大了，82歲，攝影各有各自的事業，而水牛出版社民國55年1966年佢去成立。一輩子他的心血都投注在這裡。其實都台灣你2次大戰以後成立嘅本土嘅出版社，你也很多運作其實冇寸幾多家。佢講因為冇人接請口息，問來有意願接下這個水牛出版社。不過他跟我講到的問題，他說當年水牛接了文心被老蔣關掉嘛，那留下很多的版權書，水牛都接下來。那以前水牛有那個水牛文庫，對，那這些書當年版權都是買斷的，不像現在抽版稅。叫假如冇接很有可能那啲書就再也沒有跟大家見面的機會了。那個時候我看看這些作者這些書單。那很多書其實陪我從國中、高中一路走過來的，那這個事情有點震動了一下我。
那后来还转来考虑了1个礼拜之后，我答应接下了这个出版社。可是接下这出版社，胖傻装哦，潘先生去申请其他东西噶。记早50年前出版社成立出书，出第1本书、第2本书，每一本他出的书哈，只要没卖掉，他都留着，留了50年就留很多了，差不多有像这么大间，仓库全都堆满书。那我决定要接的时候，跟他讲，聊聊书啊，你要全部很应该的。大家觉得都放弃，可能突然间好像一夜致富，有那么多的书，整屋子书都是你的。但是他补上一句，他说：“但是啊，你要想办法把它搬走，因为这房子另有他用。”还记得盖他搬完的那一个晚上还凑到原本在客厅盖他，盖想到有点感触很多，百感交集。那时候我想说，以前爸爸都还在我们都坐在这边看电视，他会坐他的书桌。那现在有点人事全非，对，那整个屋子没了人，却多了书，堆满了书。我那时候突然才想到说，那这个书还搬走了，我为什么要搬回来呢？那只是我舍不得丢，那舍不得丢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呢，我花了那么多钱搬这些书，应该这些书是要卖的，可是卖了50年卖不掉，我现在怎么可能卖得掉？那时候我才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傻？我生平第一次做生意，就做了一个其实非常愚蠢的决定。抹穿钱不够，搬回来，钱也都花了。我就念头一转说，事情已经到这样子，那我何不来开家书店？快书店，所以我开始有要开书店的念头，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晚上接了水牛出版社那么多书，那接了水牛出版社实在是完全是情感，那种情感是不忍心看一个这么老的出版社就走入历史，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把它接起来，但是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我的家乡还有台湾台部分的中下全部没书店？看台北有当做书店嘛，有大型的书店，有小型的独立书店，非常多。为什么台湾的中下台部分没书店？其实原因很简单，就讲经济的市场法则少人卖书是没人开书店。你看中下有五金行，有水电行，有农药行，有早餐店，这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可是大部分乡下其实没有多余的预算或经费，或者是价值习惯，说大概你也爱卖掉书，你卖书了，那这种事情不够普遍，也不足以支持市场，所以台湾的多数乡下都爱大概种下条路，没书店。有一个动态问题就讲，其实你你面对到一个动态问题就讲，你城市的生意呢，韩国了中下的生意其实佢两片的生意呢。冇一只桥梁做起搭，即刻感觉就讲，其实水牛书店、水牛出版社，其实建立在一只有一些挺浪漫的一种情怀当中。因为讲真嘅呢做一样的事情，你做终点没有？所以你图按两个一只石头终点，係懂浪漫的事情，懂浪漫主义的想法咯。因为其实懂难以营生嘅，对一只中下去开一只书店。还没打算卖书用搞法呢，你还没极度浪漫主义这样做这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要配合一定有一只较长远的，某一天可能泰国冇想到啦，冇去想起，就当自然就发展出来。不过佢应该係有一只那样的浪漫的一只过程，才会达到呢一只桥梁的一只目的咯。像你讲，那些都种下开的嘛，所以我的童年在乡下，那我工作在都市，所以我刚好经历过2个不同的阶段。那这样回头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乡村的孩子缺少的很多资源，那城市小孩子其实很多，可是城市孩子其实又缺乏了乡村孩子有的土地的感觉，这刚好是2个各自有各自的不足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透过水牛书店，让乡下的水牛书店，让乡下的孩子有真正的书店和各种资讯的可能性。那台北的书店，让台北的孩子
能够透过水牛书店来认识乡村。其实下一段的时间，我知道安尼应该再过来谈一下当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罗泰国佢用水牛出版社、韩国水牛书店，用一个平台去做某个事情，其实係搭一座桥。那座桥其實一樣嘅去疏通兩片嘅人去做交流，我知道其實係一個同重要嘅事情。每一個當代我知道安尼講同多會讓人轉到鄉下去做同多事情。等一下你再來看一下羅泰國那樣去談，就是呀同重要嘅一個會讓人轉木卡嘅一件事情，轉農村嘅事情，轉種下嘅事情，再來慢慢來再來談羅泰國再個講一下。其實我說呢件真係懂難，因為那我覺得我們的孩子不僅失去了土地的連結，連對自己身體的使用很生疏了。那這個長期造成結果什麼樣？我們開始不知道土地這件事情對我們的重要性。各位觀眾大家好，其實呢今日請到老人家泰國來到節目我其實當到事情想愛同大家分享。不過分享以前我就先落段 VCR 來看一下嘛嘅，其實看一下羅泰國佢圖新播嘅片嘅水牛書店。你用版你講下水牛書店咯，其實水牛書店我知道係一個當重要嘅一個店，就係一下鄉村社區營造當重要嘅一個據點。用版你講，其實老書店開到種下呢件事情，應該係未來我知道當重要嘅社區營造嘅一個起點。我哋先看一段水牛書店的 VCR。這是我爸爸晚年的時候買的田，所以拔草的時候好不容易拔完這片你會發現這邊還有更大一片，哇，整個就心都涼了。可以啊，如果你真的要，我們很需要人力，但是坦白講很辛苦哦。在2012年開始，我們決定把這塊田用有機的方式來種植，那種植的水稻的稻米賣出去，所有收入就用來在新屋的圖書館辦免費的英文班，還有後來辦打擊樂班，提供給鄉村比較弱勢家庭的孩子，也有機會能夠學英文、學打擊樂。這個房子是大概40幾年前，我爸爸一磚一瓦，然後蓋起來的。那我在這邊度過了童年到少年到青少年，那一直到幾年前我父親走了，這房子空着。那後來我接了水牛出版社之後呢，我心裡想說，也許我可以利用這個房子和這些書，然後開我們家鄉的第一家的書店。但是其實書店在鄉下不好經營。所以這個書店基本上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那我們提供的書是讓所有的人來這裡拿一本書就可以換一本書回去，因為這種書店它沒有實質的收入，所以後來我們才開了第二家書店是在台北，希望能夠用城市的書店的收入來養一家鄉下沒有收入的書店。其實我們知道城鄉的資源差距非常大，我們希望用城市跟鄉村這種書店作為連結，能夠讓更多的都市人體認到其實土地的重要性和鄉村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土地，沒有鄉村，就不可能有城市人繼續活着。各位觀眾大家好，你再過來略略談一下當重要的事情。剛其實大家看到一張 VCR，那 VCR 其實就係讀新報嗰邊的水牛書店。那水牛書店我知道當重要一點就係一個新的起點，社區營造到未來的新起點。我覺得新起點其實一些問題上嘅問題個就講其實你下慢慢的我有看到越來越多後生人轉去一個種下。去想按樣個樓一個土地接軌，
就像开书店一样诶。哦，像你的独立书店作为一个社区营造的起点，肯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用去应援一个安样的独立书店，对一个状下做得本地持续做下去。因为有是个理想哈，你做1年2年就团体嘞，当大上，真正当大上。所以讲，你用个太过你用个去看待一个安样的独立书店，图社区营造，韩国咧还后生人转去状下来两件事情的一个交流。那记得了经验哈，台湾前代后生的朋友，他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或不一定是自己故乡，第二个故乡，就选择了离开都市，到乡村落脚。那落脚的方式，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开一个独立书店。那其实这种的意识兴起，其实对台湾是件好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的第一个，年轻人不一定都要集中在都市发展；第二个是年轻人愿意关心土地、关心乡村的人和环境。我觉得这个事情意识兴起的好，但是所有的问题背后还是要回到很现实面的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活下去，生存下去。那书店基本上是件浪漫的事情。如果你喜欢书，书本也是有趣的事情。可是如果只是要透过卖书、买书到乡下要赚取你每个月的所有花费和你生活所需，那可能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其实台湾人讲真正的城乡差距还是一胎啦哦。像安样的独立书店，对一个乡下的状下去做起的时间，其实背后一个同特殊的社会企业一个概念。当然，安尼谈到的企业，没有像特别是开大公司安样的企业概念，没做一个小型的一个书店，其实一个小型企业。像安样的小型的书店，对泰国来讲，还没给予一同特殊的社会企业意义度嘅。对，以主要它可以扮演在乡村里头提供一个平台啦，然后平台可能引进一些其他的知识、其他资讯，甚至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把一些想法、价值再传递出去。而且它对乡村的成年人来讲，它是个平台；那对乡村的孩子来讲，更是个机会的窗口。那常常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们新屋的水牛书店营业额是多少？”我说没有营业额，因为没有在卖书。我在卖。第二，我们讲来客数呢？因为我们一般在衡量一件事情的所谓影响力或成功与否，总是要用量化的数字嘛 ，KPI 来看，给动音都在场表示有意义。但是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意义不是在建立在短期的量了，它是建立时间拉长产生的作用。其實除了個問題啊，延伸去了，最一個問題想問泰國講，其實一嚟到，其實因為羅浮島頭份咩？頭份中南嗰邊其實就開一個新的一個科學園區，專門做電子產業科學園區。因為呢個科學園區的展開，有當多外來人口就進駐到這個羅浮去。那土這個地方，本來頭份做一個小鎮沒哈，以前人口沒差不多幾萬年。除了去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展开，突然之间给人口数就暴增，都说是5万年吧，还可以外部移动到这个头份小镇的一个人口数变得当多。下年的人口移动，对泰国来讲，还没一种新的一种乡村老城市的平衡的方式。按两个平衡的方式，还没有可能受益到，像水牛书店按两个一只，它总下一只书店去。把它运转起来，两个接轨还没有可能有可能发生。当然对于青岛总下发展中的庄稼来讲，有工厂或工业园区，它可以带来就业机会。对，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它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乡村和城市的风貌和生活方式。就原来的田、原来的景观，可能渐渐的都被房子挤满了。那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人居住的环境都要变成那样子？都要变成都市化才叫现代，才叫进步？对。或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人一定要生活在这样的都市环境里头才叫幸福吗？那我这个都推背，大家动员，大家动作朋友，也都推背，好高兴说我买了一个豪宅，然后搬新家，要大家去看。
那豪宅当然很贵，上亿元，啊，那可是看下去它为什么贵呢？因为看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林荫大道，啊，台北市林荫大道，我看一看，我心里就想说，我在我乡下，我每天厨房看出去都是林荫，这还要大的林荫，可是不用花什么钱啊。那这个意思，我一直说人啊一直在重复一些过程，就是我们很辛苦去赚钱，然后为了赚钱，我们破坏了我们环境，破坏我们土地，牺牲了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等到我们有一天有钱，我们才发现哦，那才是最可贵。然后我们再花更多的钱去买那个东西，那东西其实又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谈到呢哈，就像谈谈这个来讲，就讲，因为呢哈，你城乡的就讲教育回来哈，城乡的教育资源的问题其实落差党太。对，其实在国外其实昆阳啦，一定在整个社会在发展的阶段，一定会有上坡跟下坡嘛。现在就是碰到了，怎么样让乡下一个高优的职业做的能够跟城市慢慢的平衡，慢慢的平均。像其实像按样的概念，其实以前其实有一个概念都 Teaching for Taiwan，其实泰国做谈一下来着城乡教育资源落差的问题。其实，在城乡教育资源落差是长久的问题啦。那当然，体制内每县市政府都有编列预算，可是其实很多的教育的内容和课程，它不在既有学校体制内。那我们看到最明显的有很多的艺术教育、美学教育。当你看到都市的父母会送孩子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打击乐啊，或学画图啊、学机器人啊、学各种运动项目的时候，其实当都市的父母拼命把孩子往这边送的时候，其实乡村的孩子我不是说他们一定要这样子，但他们通常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呢，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自己是这样过来嘛，我觉得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缺少一些的机会。我虽然某些机会我有，但某些机会其实是没有的。那是因为环境和先天的限制，所以我自己想办法，就是水牛书店在做，说我在我自己的故乡，能不能也提供一些这样的美学教育跟艺术教育的机会？那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水牛本身在做出版，我们在做书店，也在做农业嘛。那我觉得应该让都市的孩子或台湾的更多孩子有机会认识土地的重要性，要自己动一动。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不仅失去了土地的连接，连对自己身体的使用，其实都已经都很生疏了。那这个长期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样？不是说身体上的跟土地的失去连接，跟自然失去连接，而是我们开始不知道土地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我自己中年之后开始接触这些劳动我觉得每天流点汗是很舒服的，尤其做了一天的田事傍晚在水龙头下冲澡，我觉得那是人生中莫大的幸福。是的海滩的时间像再过来请问罗泰国因为懂得一件事情，开始谈的是土地，就你老土地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是说海滩时间一直慢慢将来谈下你老土地的问题，因为其实水牛书店每一只书店天天就懂得一只。感觉其实一种像一个循环式的东西好像海滩时间这个慢慢绕来谈，因为有时候水牛书店它其实某一个点它只是一个书店出发了。出版水牛书店作为一家社会企业，我们以土地为核心，构成了作物、食物、生活方式包括精神食粮到实质的食物，然后又回来帮助孩子，让孩子在土地上继续成长。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家独立书店究竟做到2万年？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到动作都紧比你来讨论。因为说独立书店它的意义到未来一天每一家书店天天，而水牛书店有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的对土地的概念产生新的一个连接。所以它一个像循环共生那样一个议题。其实我请问一下泰国其实第一水牛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巧遇出版社变到一家书店不过慢慢的发展起来是其实每一家书店天天。当你结合土地跟粮食之后，社区一个共生概念就开始，所以那样一个起点，
泰国会鸟开始吗？你第一个所谓独立书店，以最大的特色就是讲，每一个独立的经营者，佢有自家的风格，自家的款法，没有自家的故事，大家冇听了，这是独立书店的精彩的部分。虽然咯其他书店还冇听，虽然有自家的特色，就是讲建立在以土地为核心。所以呢，以土地为核心为中心的话，我们就有几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会就在土地上可以种农作物，任何土地，任何熟的东西，米美好，面粉美好，蔬菜美好，熟的东西乜改好，全部都得土地种出来。所以土地能长出作物，长出农作物之后呢，农作物做什么用？农作物下一步是我们要变成食物嘛，做的是个食物，这是下一步。所以水牛除了自己做农作物之外，我们也把农作物自己把它变成做成食物。那大家都我一个讲从农场到餐桌，水牛自己种，那么一种其他的朋友种的，所以我们有个厨房，一个团队，把这些台湾在地的食材做成美味的食物。那食物可以做什么？食物就可以给大家分享，让每个人吃得很愉快，吃得很饱。那吃得愉快，吃得饱，这样一个分享的生活方式，它又能产生一些盈余，这盈余又回到了土地上的孩子，去帮助土地上需要帮助的孩子。所以其实水牛书店作为一家社会企业，我们以土地为核心，构成了作物、食物、生活方式包括精神食粮到实质的食物，然后又回来帮助孩子，那孩子在土地上继续成长。那用这种循环的概念，那希望传递，就是其实在我们上一节谈到，很多过去其实我们好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为了追求快速，更降低成本，更大量生产，就一种工业化，为了满足资本主义成本降低，那经济规模做大，那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反而牺牲了原来很美好的技术跟态度。所以我觉得我香港也看到新闻，有的后生的朋友，因为学了一些欧式或法式的料理，回到台山县，会回到客家灶，去容易好多来那种国外面对食材的态度，走去个家乡开一个餐厅。我觉得其实这对台湾来讲，其实或对在地的农业发展，它是一个新的机会。其实要新的进步啊，因为那对后生用一种新的观念，这个导入都按你也长阿姨，长下之后慢慢的起一些微量的化学反应，所以那种变化其实一切来就会到迷人的部分。不过谈泰国讲到了，有时候泰国这个本身有时候不管你以前做水也好，也系很多政治嘅条路，但係行你進發去種田，要走個開書店、開出版社。那段時間我知道泰國當用力圖嘅高年嚟，怎麼法按上嘅用力去審判咯？也是因為我很清楚，我懂清楚我自家嘅出身背景，係種下嘅客家生意，農家長大，然後。来到全部大部分人都一样，全部动作客家的孩子一样，拼命想往外面闯荡。不仅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以世界动作更加一块。按一路下来20年过来，我就会想，其实我当初最想离开的故乡，其实才是我最内心深处最恳切的一种呼唤。我知道。人生可能就冇经过了一团，因为地这个故乡、这个脚踩的土地的美好。其實泰國唔會講到講，娘一隻人生歷練老過程啊，我想燒東西有冇有？這個去燒這個了，買了這個燃燒掉啊了。係啊，我知道泰國人人到其他動物。某聽眾嘅部分係乜嘅？在於人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是生命的意義？而你活在人世上，為的是什麼？
那这是人跟其他动物的不一样。那所以我认为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不管你教育程度怎么样，你全部问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嘛？我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那每个人为不一起个自定义，你每个定义不一定要一样。那你努力的为自己的定义而活，这个就是你的意义。那爱不爱去改人生的定义这个？还有人生其实人生就像一块木头嘛。木头最后的结果一定就烧成灰烬，所有人都一样。烧成灰烬之后就是没有。那但是它的不同是在燃烧的过程中，你在哪里燃烧，你能够发出的光和热和产生的作用却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人生就是像木头一样不断的燃烧。那我有上个时间来走政治圈，那我努力的燃烧我自己。那在中年之后，我选择在其他的故乡用树点种田那种奉献，来燃烧自己。其实这个原始的初衷都一样，就是只有透过燃烧，才会让你的这块木头的人生更精彩。人生想一堆木头样的，我想按样的木头人生木头人生，我卡不少嘛，就是像我的像我爸爸妈妈，其实客家的长辈其实当传统的，其实当我们好些年去冲来冲去啊，我泰国的人生会冲出来啊，像按样冲出来燃烧的人生，我卡。我反对嘛，也係樣嘅。當然傳統嘅觀念佢知道，以自家顧好最重要嘛，要做安昂嘅事情不討好的事情，都應該大部分按樣想。我知道我嘅成長背景，我做攝影嘅時間，我還蠻盡角色去滿足我家二個要求啦。他们要求包括说你不要学坏啊，你功课要达到标准啊。可是在我16岁离开家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要为他们而活了，或他们相信的价值而活，我要开始建立我的价值观啊。我后来还许多动作，都在还有上的小朋友或年轻人演讲的时候，我会都跟他们分享这一点。我说人生的路是要靠自己走。如果人生我们无法选择的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时代、什么家庭。可是你开始独立做主之后，人生就是你自己要选择的。高师，其實像因為你喺談到係泰國佬一個雙一批一個關係、一個關聯性。我哋喺泰國其實你喺做爸爸，面對自己的下一代，泰國又會那樣嘅去思考，或者當中因為就是溝通老教育。韓國陪伴，第三隻當中有一隻議題，特別對到你下，可能上小學安樣嘅4年嘅時間，泰國有一樣去思考，自家你下身為人父安樣一隻新嘅角色。其實大概聲音冇聽了，大家聲音冇聽了，即使是你自己生的每個小朋友，你都會發現他不一樣。新嘅節目唔一樣。嘿，所以呢，我起到最重要就講哈，真的要是。尊重每一個的差異性，那我覺得然後一個角色，其實是要協助他們找出自己適合發展的一條路。每一個孩子，大家聲音基本親就是一條路，只是佢要親一條路的過程中一定會碰到跌跌撞撞，尤其係世界起碼咁低嘛，是大人給他這個環境。所以你要給他足夠開闊的環境，讓他能夠去找出他的路來。其實我唔知講係咩，老泰國全部客家人你面對到上一批客家爸爸嘅觀念其實就係傳統。其實客家人嘅概念是到海灘你做得來想一下，因為一陣忙問到泰國就係，其實我泰國兩曬全部就係種下做田方、田順方、鄉下泰嗰種客家聲音嘅。客家呢個概念都地圖，我大哥講嘅深度有一種像喺原點嘅地方呢，係你講其實佢冇一按樣去看到客家呢個概念。加上海灘呢，其實泰國人做來談一下，因為我知道一個咩客家人你一個做爸爸，然後
就会印象过，其实以前爸爸迄样会搞安尼的，然后安尼又等于无怕想伊双皮啊样去搞海皮的，这个客家咧只概念吼，对安尼咧下一家当原始的一只店，伊究竟扮演样的一只角色？我说海当做在回归到安尼后生入去，伊除了会对过去嘅客家的历史有了解以外，其实也要知道世界的变化。那这样子，其实你才更丰富你的土壤，给你养分。其实今天请到罗文嘉先生罗泰国来到节目，有一点其实一定会谈的一直想谈的，就是梁少坤喺客家呢，客家呢件事情对罗泰国来讲，究竟是一张样的一张物件、事件、原点，还一个状态。其实当然去描述一张样的一张客家身份的一张。沟通点，当然唔会想讲也系认同的问题，因为对安尼像安尼当原生的客家生理来讲客家呢件事情，当细时嘅蛮过年以前，给就深植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当到客家一种生活习惯、价值观，咩当细时嘅就突然你躺下时嘅就开始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不过其实那位像常常泰国讲讲，对你来讲客家。究竟係樣嘅一種存在感？对我来讲，我知道客家哈，它一方面是身体血液里头 DNA，但一方面它也是文化的 DNA。那所谓文化，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选择的，其实身体里面存在的这种血液 DNA 跟文化 DNA， 因为我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从小就讲客家话，从个是做按个反应。你学的东西，甚至很多东西，你可能觉得你不会受到影响，但其实你受到影响了。那我觉得而且都要认识这一点那这种东西也没办法去移除但是另外一点，他人的生命，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它其实不是只是 DNA 在决定，它还有其他部分在影响着。所以我在看待客家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是我血液的 DNA， 它是我文化 DNA， 但是它不构成我生命的全部。你生命在发展过程中，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上的影响。你身体的成长过程中，你的细胞发展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让你长得不一样。不一样。那文化的变化更是如此。所以按在看客家的事情，其实我有时候人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因为你只有读历史，才会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读了历史，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才会知道你要走来位。都要历史的时间坐标，还有地理的空间坐标，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其实因为泰国其实第一时期、东多时期、哈多时期，全部都会政治时期的你这样子。那就像问一下。像客家安样的身份，对于从事一个政治运作来看的时候，有特别的困扰吗？有不同的阶段其实或是你不同的形态，其实可能它会有不同的意义啦。但是我记得都客委会，那是工作角色上，我很清楚知道，他为会做的事情，他为会动从着客家的资源投入。其实是保存客家的文化，文化有很多层面嘛。一种客家我也可以是客家文学、客家建筑、客家的饮食、客家生活习惯、客家的地景风貌。这就是历史时间演变过来曾经留下来的东西。那人为什么重视历史，就不让他所有东西都最后被淹没了？那所以客委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跟民间和地方政府协助，让这些历史的时间轨迹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被看到。不过泰国其实读客委会时间还有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来不及跟上，就是那个逐梦计划。其实提供一张安样一张后生，你可以记得一种40岁以下安样的年轻的逐梦计划，然后用一张资金本来的后生你。从客家出发，
去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具有大转的变到了客家的一个点。其实这是个啦，逐梦计划是到对客家的后生一批来讲啊，所以其实佢当重要，因为佢老佢要像水农出版社一样嘅，其实基本台湾的客家后生人老世界，搭一只桥梁起来，所以他激发还是其实。我一直很看重这个计划。对啊，大家还没去到吼，客家的希望喺度未来嘅后生入配嘛。啊，后生入配，佢除了会对过去嘅客家嘅历史有了解以外，其实也要知道世界的变化。那这样子其实你才更丰富你的土壤，给你养分。可是青岛客家后生人吼，其实某一定有一种条件嘛。好，了解来自于所得或阶级的差别。对，所以刚刚还提到政府在做一项事情，来提供只计划，问客家嘅子弟、后生嘅子弟，一家亲一家嘅计划，然后去外街，来街做埋参访，做埋完全一家结天。啊，仍然常常有15届同仪式。嘅後生人有了機會，了計劃做10年，而且都了對客家嘅子弟來講，吼，伊講有機會，一家親，一家有興趣嘅，去看。啊，看咗咧，當中伊問講，啊，看咗咧以後咧，看咗咧以後對客家有埋影響，有埋貢獻。那我在看了好時間的時候，我有2個重點，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樣的。第一個重點是。我记得客家子弟回来，他如果这个计划对他有所影响，他的才能、他的才华不一定是为客家所用，他可以为任何的人所用，这个就是客家的贡献，而不是要求说，因为你拿了客家的计划出去，所以回来你一定要对客家有所回馈。我觉得你对这块土地有所回馈，就是对客家的回馈。这第一个，我觉得我在定义这件事情跟别人不一样。听人家不一样，你讲，很多人认为说。你拿着计划出去，回来我一定要验收你，到底得到什么，你产生什么的结果？那我在看，我觉得因吹嘅培养哈，没有办法这种量化，因吹的培养没有办法是用这种估算的，因为它那一种质的、内容的、内心灵魂深处的影响，那它没办法看得出来，没办法量化，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做指标。那这是我相信的2个价值。嘿，安尼有只机会哦，推荐可能3本书，给观众朋友。泰国的现在嘛个？我特别准备3本书哈，要推荐给你个朋友，尤其是后生的朋友。啊，第一本书是推荐，米格19世纪的很有名的作家梭罗去写的《湖滨散记》。那本书是快170年前写的书，不过你去到里亚的看，你起到给里面的智慧，它的智慧，它的用词遣句，其实都是很值得读。所以那本书哈，到米格，在他们在做这本书的评析的时候，很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这本书是影响美国人性格最重要的一本书。啊，我会推荐这本书给朋友是说，我觉得其实节目过程中，给大家想，我们失去了跟土地的连接，我们失去我们对生命的体验。那梭罗的《湖滨散记》，它记录了几斗米格一个小镇的湖边生活的1年又差不多10个月，2年又4个月的生活的记录，他对植物、对草木的种种感觉，我觉得它是一本很好让人重新找回体验生命和土地的感觉那本书。啊，第一本书是这个犹太背景的一个学者，他写的一本书他的作者叫贡布里希，啊，写给年轻人读的世界简明史。他是写世界的历史，但他特别写给年轻人读。那这本书历史，因为这个作者他本身呢，他是一个艺术史的，他钻研艺术史，所以他写历史的角度，他跟我们习惯读的教科书
从政权的兴替这种角度不一样。而且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书，提供后生朋友了解世界两版变化。即我喺想讲就，你做台湾的客家人唔係講了解台灣的變化呢，因為了解世界兩版變化。你第一個，你兩版台灣在世界位置上是什麼位置？那我覺得這本書認識世界歷史很好的一本，讀起來很有趣的一本書。第三本，集巡遊出版社家出嘅一本書，叫做《綠色先行者》，黃怡寫嘅。那他這本也是入門書。這本是黃怡他早期在人本教育雜誌他寫的一個專欄，後來把它整理成他介紹12個新一改世界嘅生態運動者，生態運動者的故事。其實他沒有很嚴肅，他寫的這個人的故事，比如他寫達爾文，他又寫梭羅，他寫很多人的12個，他介紹12個人的生命和他的故事。那而且呢，也是一本入門書，所以推薦給後生朋友2本入門書，1本其實很好的散文，然後也是生命的體驗的書籍。其實我今日正件同翻譯就談到嘅羅太國講安道，唔係講到佢這個水牛出版社天天行過談安道佢這個生命當中當重要嘅燃燒嘅過程。我今日正件同翻譯做得倡導羅文嘉先生來到安尼嘅節目底下，我希望來1點鐘嘅節目做得盡量讓大家做得感覺到，咩談到講，其實一直從政治嘅場域退下來中田，佢書店一張面，佢到底有2百年嘅世界觀，所以呢件事情係動態嘅事情，咩按之啫反映嘅從大家，謝謝羅太哥今日走過來呢邊。好。我希望下一拜吧，有機會，走過有請泰國來談一下其他不同領域嘅事情。羅文嘉係一個當點線嘅爬高山嘅人，第一次就到了道當去爬一座當高嘅山。我今日做泰山，然後偏年嘅7線山路冇開用，今日做泰山有一條螺旋狀嘅山路。佢用7架嘅速度，他等佢其實已經行過嘅腳印，慢慢地爬山。到半山腰嘅地方有一個轉角，按到政治，佢都喺按樣嘅角度當中看到幾個世界問題，未看到佢7架新世界角度。等佢做下山咧，唔係，佢要照顧爬山。因為海隻山路嘅轉角，按到轉彎，再個海隻路線嘅高點，我係規劃台灣島嘅土地，佢會一層一層爬上去，爬到幾個當多年都冇看過嘅山頂，爬到山頂以後，佢唔會行山，佢會轉身，看到這個一路行過來嘅腳印，慢慢地上到海鋪。按樣轉身下山。